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打開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5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6。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7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7。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5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5。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0號 ，and the draw number is 40。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4號、16號、19號、22號、25號、47號，而特別號碼係40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2、3獎嘅快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